生龙按摩膏源自越南4000多年传统草药智慧，承载着世代相传的自然力量。在越南战乱年代，它陪伴士兵走过艰难时刻，缓解疼痛，帮助身体恢复力量。日常生活中，它有助于舒缓肌肉酸痛、头痛、感冒不适、扭伤与关节不适。特别加入沉香精华，让作用更深入、更温和，也更持久稳定。精选天然沉香与多种传统草本原料，经过细致萃取与严谨制作而成。这不仅是一份产品，更是一份真实的关怀，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。无论在家庭、社区，还是生活的每一个瞬间，它始终陪伴在身边。